大家有好事，马上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 Zavi。大家好，我係英英。英英有想過冇？以前啊，譬如講，爸爸媽媽給咱年代，大家都會講，就是老公出會甜，你知道嗎？譬如講，我以前吃飯的時間，阿公哦，一天都坐到足檔，開到吃飯，還有乜個太太細細的事情，阿婆說個，問阿公一家之主，然後做決定。因為夫妻啊，夫妻嘅夫就會天當出頭啊。係，與其發講我當好，哈，夫以妻為寶，妻以夫為什麼？為貴。有想講人家老公買購買的東西，要本最浪漫的事情激動成的嘛。我是希望他好好想想，我還沒有收到覺得最好的禮物。你看你，還蠻慫。你看那因為安樣形看講了兩句，就是有那種嬌羞，會覺得說，哦，我老公最愛甜，我愛馬該提出來幫愛。我身邊有一對公婆，當恩愛哦，恩愛都用白hình點哦，個姑娘哈，很會烘焙。喜歡嘛？給老公就講，我姑娘哈，按來烘焙，又按來生，我乾脆自己造一個窯來送她，10窯，有厲害嗎？你按那老公哦，就是踏實。送你鑽戒，還不如送你可以一輩子放在身邊餵飽你。真的，超猛！你幹嘛這樣笑？那公真給你不覺得這個是很浪漫嗎？很浪漫啊！我還吐個不好意思，我老公送我的是窯，還要這樣，我心甜啊，不是王寶钏，是空手還搖，我重要，我們是甜蜜的。啊，剛才實在認識你係幸福的夫妻，好吧，幸福的夫妻。來分享戴飛行還有戲禮儀，兩公婆，來，分享。哇，謝謝有滿面，你好。哎呀，來，先，你看。什麼叫做夫妻臉？夫妻臉某一天正經都上了檔槍，那個是笑容一樣，然後是幸福滿滿，對不對？分享哦，帶來的係乜嘢東西？你關係的乾妹的麵包，我試試看啦。用唔送的沙窯做的係冇？錯，謝謝。用唔講關係的乜嘢？茂谷柑。茂谷柑，好香哦。然後講柑的香味以外，還有個沙窯的油草香。錯，好香哦。真勁誒！你找個豆公你知道？你還蠻講說啦，他很會形容食物。怎麼會這樣說呢？我這人不能被誇了。然後講哈，呀，所以啦，唔單止有茂谷柑的香味，還有油草香，還有乜嘢？還有兩公婆愛嘅米絲，我都想來唱歌誒。好，來問一下許大哥哈，你有冇想講愛送人朋友一隻很厲害的禮物哈？因為太太哈，平常時就愛做麵包啦，甜點啦哈，嘅興趣啦哈，屬是一個麵包師傅，喺越南啊哈，看呢啲嗰種嘅食撈，是啱嘅開始。有興趣也是做自己，你有隻提放啦，拄好有隻提放，魚來撈，因為撈什麼燒敲，小炒咩？錯，所以講就種下，所以做這個撈，拄好你有提放，所以講係是魚仔撈比試看看，高興起安嘅，冇想到，就想到嘅吼，是快是安嘅啦。今日做嚟問下暑期嘅問題冇，安尼搖吼，稀的。我一貴嘛，因為一開始哈，感覺講我買4號用咗多錢，是你自己買曉做，還是自己有供應啊哈？自己做，自己做。結果花落嘅時間哈，我朋友有已經問我講，你用咗幾多錢啊？我講吼，用咗幾10萬啦哈。結果用咗按多錢。冇傳到裝用多錢了哈。就按你開始，我種兩公婆雖然容易，我覺得是互補。他擺節目，你就講無價。好啦，佢比用用啥愛故事來做愛的料理，
先来做嘛该？菊香猪排。菊香猪排，好，开始来做。那首先我们先腌猪排。好。那我们很简单的，是简单的腌制哈。对，盐巴跟黑胡椒就可以。好，盐巴跟黑胡椒，先给你盐巴。好。好，这样可以了。可以了哈。黑胡椒。你俩冇妈会讲客家话冇？他少讲。他少讲哈。好了。好，一直聊。不要太辣。好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再加一点我们的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嘛该？就是这个，蜜橘皮。好，蜜橘皮哦，还自家做的嘛？对，都自己做。蜜橘皮你还买个干？茂谷干。哇，你们非常喜欢茂谷哈。对。好，来。现在都给。对，菜体改是菜。对，自家做的系嘛？对，自家做。来，我们来切一点，切一下哈。对，我给切油系嘛？对，切油。你看鱼台讲你现在偏是来客家人。信州是。信州是嘅客家人，所以你也讲会了。我唔错。信州台体讲会了好多。好多，苗栗好多。走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弄它给干咩皮啊，干咩皮秘制起来。它的味道很浓就够了哈。好，我们腌制的时间其实不用很长，不用很久，因为 Andy 要生食物的原味。好 ，Andy 改这个橘皮，因为它有酸，其实它可以软化肉质，让我们的肉质会稍微更嫩一些。对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来接下来呢，炸它的配料。然后我要炸配料，对，炸的配料，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日式猪排，是比较日式的猪排。那我们会用到面包粉，那我们就用刚刚我们吃的蜜橘吐司来做面包粉。一般的，嘿，Andy 猫不买的面包粉，可能会做好的，讲，自家做的饭，你可能就买吐司回来自己烤，然后把它捏碎。不过这边它特别的呢，我们的慧心妹妹哈，也会用 Andy 的蜜橘吐司来做哎，对，一样是烤吗？稍微给它放冰箱冷冻，让它硬一点，用果汁机打碎就可以了。打碎以后就变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碎碎的哈，这就是我们裹上这个猪排的面包粉。对，好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，像我们的材料就是这样子的配，然后一颗蛋，可以一颗蛋，没问题。一颗蛋要打散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可能要用大一点的碗，好，因为待会我们要沾猪排。没问题。哇，你应该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跟你老公以外的男生一起做菜吧？对。不可以吃醋哦。通常在厨房就是我自己。都是你自己啊？对。哦。你觉得的天下是哈？你觉得老公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？啊，先不要问那么快好了，先问你第一次收到食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我也很惊讶。你也很惊讶的，但是很感动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。好，所谓的过三关，大概讲跑东西的时间，这叫过三关。我们第一关要过的是什么呢？蛋液。好了之后呢，第二关面粉。好，待会再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个干净的盘子，没问题，就可以放。然后一样再回来沾面包粉，再来沾蛋液，再沾蛋液哈。对，我们回到第一关。如果打电动的话，就是那一关呢，你卡关。回到第一关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沾面包粉。好，再回来沾面包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沾面包粉可能稍微要把它稍微压实一点。对，因为要让它能够粘在这个肉上。哇，这样看起来就很厉害耶！等一下。对，所以待会炸起来就有那种日式猪排是的感觉。可是我们记得问啊，Andy改猪排是用哪片改部分？我们一般都是用里脊，用里脊肉。对，而且切的厚一点没关系，1公分。是，因为我们要做厚片的感觉。为什么慧心妹妹要这个变化盘的度？我龙太甲讲一下，还有安的温粉呢，特别最美的早粉呢，一定要放一下让它反潮，对，它可以粘住，对，就不会说等一下下去炸的时候粉就跌都满来耶，附不上去。好，待会就可以炸。好，想要知道油温够不够，可以丢一小块下去。又抛皮了。对。其实这样可以了吗？对，可以了。火要这样子吗？还是大一点？对，要再小一点，因为我怕它下去比较容易。那我要3元一点。好可爱。这个时候那个锅盖就要拿出来。好，没有啦。来，你们很有趣。就放下去。好，看起来是不用锅盖。技术真的啊。刚刚 Andy
调前处理后的猪排就不用下叶。哦，原来菊香是这样子来的哈。待会吃下去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有幸福的感觉。那我觉得许先生很好，每天都有幸福的感觉。没有，只有上节目才有。哎呦，不是，怎么说出来？然后讲，我按你讲啊，一听感情都好。其实运动讲进步啊，其太过重在窑烤的这个蹦机之后，基础开始摸憨走食窑嘞，从摸就摸，你是不是计谋成功？你怎么这样？动作朋友讲哦，我们是什么造谣生事啊，本来是摸死亲啊，哎，结果其中也本一个假摸憨。是，马龙讲你怒飞起的意思，造谣生事嘛意思嘛。造了这个谣以后，壮大你们爱的声势，掌声鼓励。是不是6年来的第一次的新的城市？我觉得当你们的小孩也很幸福哎，真的摸他生也给他，一个大一，一个高3。天哪，你还做对高级改成发的哈？错，懂好。生也会听一点嘛？女儿比较会跟妈妈一起做这个，所以说她现在也在妈妈的身边帮忙。真的？对。哇，那下次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就知道爸爸永远都是这样，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，他都先女儿。对，对。来这个就好了。好，对，我们吸一下油哈。对。刚刚 Andy 给慧心妹妹哦，你把我们差不多1分钟30秒，把火开大，对，好，让里面的油逼出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吸一下油，然后我们紧接着要摆盘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切的这个生菜，我大白讲哈，生肉没20菜，你10几道肉，做10几道菜，好，两安的蒸炒哈。然后这个是酱料哈，这个酱汁是你调的吗？用什么调的？这个是一般的美乃滋酱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下我们刚刚切的那个蜜橘丁。哦，来，对，加切好的蜜橘丁哈，味道会更好。其实不用太多，不是太多，因为姜太酸哈，它的味道很浓。对，好。这样吃起来跟猪排搭配就会味道一致哦，好香哦，闻到了哈，非常香。好，那我们的猪排就把它夹好，猪排不用上去，没关系，可以放着。对，我觉得，许先生他想要整块的咬，毕竟他来露营才能吃到猪排啊。好啦，好，那就完成了。来，夫妻同心，一起端着。龙太卡讲，向太卡说的黑马盖，菊香猪排，来啊！我已经看到你老公眉开眼笑了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让他吃这3层肉？做后来做按讲，这个肉吃起来哈，是跟一般电锅啦或者是瓦斯锅去煮出来的口感一定某一样。我好好奇，而且好期待。这配肉啊，它整件洗不出来耶，很像奶油啊。对，那这摆吃到红梨面包，懂香，可以吃到那个颗粒的感觉。对，很厉害耶。请用哦，菊香猪排。来副午餐喽。马嘎很多，食材食物，内外口感一致，这个猪排就完全呈现了大家讲的地方。因为你这个卤皮的时间就有放橘皮嘛哈。毛包要姜又有放橘皮，整个很清甜，还有那个面包皮做得当好。嘿，韩国呢，几个咧肉，然后不应感到动味，就是很清爽，真的很清爽。还有那个皮，因为是橘子面包，有精油的香气。哎呦， 36度。我觉得许大哥
你真的很少吃猪排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可怜呢。来啦，不要客气，好不好？好，神不用嘞，好，神不用嘞啊。哎，你大白讲哈，来跟他讲啊，吃这个猪排，面包这样做，懂有特色。我们讲来，董秀的是你们这个窑烤出来的面包，你有没有想要吃？董小姐，下一道来做一个跟我可以直接吃到面包的感觉，好吗？都对吗？都对。要介绍什么？来，红梨风肉小汉堡，来。哦，刚刚事后按我是的猪排，不过因为给它面包，我切好是胖。因为面包打成那个面包粉啊，做某吃到面包的感觉，不开心。不是我讲，刚刚讲，哎，要做小汉堡了哈。这小汉堡除了用你们用窑烤的面包体来做，嘿冇？你讲啊，它特别我看到红梨风肉，蜂肉来滴啦哈，蜂肉一听它讲一听以为嘛哈，用蜂肉来做汉堡，我没试过，不过头前了。凤梨用在丝，给谁也喊我来，这就是红梨面包。对，红梨是现在全世界农粮署都在推广的一种食材，它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，它的膳食纤维是地瓜的7倍。哇，地瓜的7倍，凤梨高哎。对，还有它的钙质是米饭的50倍。难怪连他懂，譬如讲我们在外面喝红梨麦饮，对，对，红梨麦的饭。对，还有呢？还有微量元素，它像一颗小米粒，就像我们小鸟吃的那种小米粒，这么小一颗，可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是现在全世界还找不到比它还要丰富的食材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汉堡还没做哦，听完更想就全部吃下去。哦，那红梨麦的取得容不容易呢？现在很容易取得。是。现在我们台湾、台东、花莲那边也开始在种植。那我们台湾算是现在目前这2、3年开始在种植。哦。那在国外，在中南美洲，他们那边已经吃的就是像很多年了，对，就像我们吃糙米一样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取得会越来越容易，价格也会越来越平稳。对。吴少讲，顶不腻啦，我们的这个爱的夫妻介绍这么棒的红梨面包，这也是用你们的窑做出来的。吴少讲，顶别做小汉堡，出以红梨麦的小餐包来做，好，还有蜂肉的部分哈，为什么特别想要用蜂肉来做？蜂肉我觉得，因为我们的食窑比较特别，我们就是利用食窑的余温来做这道蜂肉。哦，譬如说我今天烤披萨、烤面包，烤完了之后的余温，对，啊，又省事又省时，又上嘛来钱，不是哪事啊？好，两肉哈，你套好哎，对，好，来开始来做，哈，省州蜂肉系嘛？可能要一点点油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少许就好了哈。那锅子把它烧热了，我们把我们的猪肉是，油莫太多哈，因为那3层肉不然出当皮哈。我已经看到你老公眉开眼笑了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让他吃这3层肉？对了，都是为了你的天狂，可以吃啦，但是不能太长。对。好，你要先来做蜂肉哈，你看到的是飞行做的蜂肉的方式，应该是大同小异，先用外表煎它，让它能封住肉汁。哇，这肉特别挑过哦。有要3层肉，稍微肥一点没关系。所以不能太常吃啦。是。那我们旁边会准备一个铸铁锅，待会会用到。好，那铸铁锅要先预热吗？不需要，一般不需要，因为我们到时候要放进食窑里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这真的很省那个瓦斯哎，省时又省工。然后一个晚上水木放起来造新时因为是做在是的，不是菇啊，嘿。所以我们这个客家菜哈，动作料理都在这种食窑那种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移到这个铸铁锅。哦，移到铸铁锅，不需要放其他的配料吗？待会要放蒜头跟放葱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放进来。好，你有不用落去哈，你那不用蒜头，系吗？对，蒜头不是烤了哈，蒜头米唔怕。
不用。好，嘿，好，马该，葱，好葱，我们来咸一下，还有马该，糖，好，糖的量应该不用很不用很多多，它主要是要上色。对，好，煨一下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好，了。还有马该，酱油，还有油。好，差不多半碗，还有马该，米酒也是它半碗。好，我用这个碗哈，直接就可以了。你的嘛，哈港人莫大嫂，露露它又来了。我在家里也是这样。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小气啊，我们只是觉得不要浪费。对，莫大嫂哈。好啊，2碗水，这样就好。2碗，共要2碗水哈。好。这个水会比较多，是因为要在窑里面待1天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你要整个铸铁锅，对不对？因为锅具也很重要吧？对，它要能够耐住一整个晚上的热，所以你要不用让人家杀油，底部都硬一了。一个晚上一安补哦。哎，一安补。哇，那很孤单呢。我们可以烤个牛肉肥汤。好，按那捡起来哈。对。哎，你出来送进。窑里面，我差一点说送入洞房，送进窑里。所以我现在要开车过去，拜拜。送进窑，冇啦，其实咯，其实记得有做好的啦，冇音乐哈，做好的弟弟阿 V 哈，本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我们的许大哥还有慧心妹妹做好的，做好的就按讲。对，哎，你要弄利用天幕啊，也还是改用木来煮的，摩擦，而且还更漂亮。你看刚刚配猪肉哈，它整个都是缩起来了。对。然后我们捞起来的呢，就是已经很漂亮的肉了，汤汁在这边。对，这是精华。刚刚像我们放那么多的料，它差不多汤汁就是这样吗？还是会再多一点？多一点，会多一点。哦，这是精华。对，闻闻看。它有一个窑的香味，就是柴。烟熏的味道，烟熏，对，烟熏的味道，好香哦！安尼我弟咧，妈妈人讲，念米丝枪嘛该你么？加安尼毛冰嘛该八角，毛冰香料。不过佢经过了10窑，一直安补以后，你就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香料味，对，非常的厉害。那我们不需要热喽？不需要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做成汉堡。对。好。你要什么？我们先把它切开，因为待会我们要包材料进去。是。啊，这个就要用面包刀切。对，要用面包刀切。他现在为入广东都改改种啊，就特别改香梅入咖喱窑烤的味道。干掉菜可以给世界系烧嘛改切。两种敲，一种是龙眼树，一种是相思木。再来切。但是哈，这个材不会影响到食物真正后端的一个香气跟味道。哦，一般都会告诉你说，我用龙眼木是非常的香。嘿，我这边要跟大家就是说一个逻辑，那个柴的香气是来自于烟熏。像我们拜拜的香，对，它是烟熏你才闻得到味道。如果那个柴火已经有火的时候，温度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，是不会有香气，只有烟熏的味道。哦。那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，这个不需要放其他的香料就有特别的香味，是因为它有一个重点。刚刚讲的低温长效，低温，然后再来就是时间。美味的食物。主要的就是给它时间恢复到它的美味，哎，就是这2种元素，对，安用就地的，所以佢嘅食物嘅烟味就是最天然嘅，天然嘅食物就係香，好，你的飞行这刚好用面包体切开之后呢，还要切那葱头，还有 tomato， 全部都是要拼装汉堡用的哈，这个炸一下量。上啊，tomato 是它多诶，有点酸味就加它多点味，葱头那个呛味又多一点的，我觉得可以多一点，可以去一些油那个肉的油脂的味道，对，油腻感，正经。那肉的部分呢，太搞的设计斗了哈，譬如讲一个汉堡，我们就包1片肉或1片半的肉都可以哈。这个肉吃起来哈，是跟一般电锅啦，或者是瓦斯锅去煮出来的牛的各种的味道，还有口感一定冇一样。因为用完讲点嘛，看人不用切
给切出来，给油发出某香香的。哦，这个很像，就是烤过的。不过有当像猪沟哎，哈，我好好奇，而且好期待。它的肥肉的部分，你吃起来会入口即化，不会腻，不会腻。有点腻，然后讲，你旁边的酱什么？给东酱是配猪肉，真的。你等下快给它捏住。那你要试试看。等下，特别减肥给他吃。如果姜皮的，唔讲爱吃到姜，唔爱姜，你看起来就当我水。香。好 ，OK。来。那这还有一个刚刚的酱汁。哦，超。对。你家做给红肉的姜。这一样是美乃滋。对，那我会需要一些是加在我们的美乃滋里面，不用太多，对不对？不用太多。好，这样就变成了，ND 是汉堡的时间，先涂在面包上的那一层。哦，对。好，ND 给美乃滋，好，加上 ND 给酱汁，其实酱汁都是凉的哈。对，都是凉的。因为可能黑窑烤的管黑，给莫按油。好。我还是会先刷一点点酱汁。好，来，对不起哦。没关系。这个酱汁对不对？对。好。因为这味道比较香。是。美乃滋我们是增加它的滑润。是。我先做一个。哦，面包先上一点。很香，这个酱非常香。闻到了哈。这个好，给我一个小条根。好。小条根。对，我们再来抹一些这个我们刚刚挑的美乃滋。好，抹上去。对。哦，增加等一下吃的滑润感。对，因为面包是可能会有点早。对。我们利用酱汁的湿润度，可以让面包体吃起来是很滑口的。然后放一点青葱。哦，青葱，很特别。这个，然后再来放番茄。番茄。放一片好了，然后再放我们的猪肉。你看，这非常的。对啊。好。这个比较瘦，应该是给你的哈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再放一点点生菜，表上去。哇，这个好，那我们就放上来。哇，我看起来冻简单呢，我相信是泰国运动看到都不会嘞哈。还没。也一定要做点事，对，感觉有点贡献，参与感，这才叫夫妻同心。后面接什么？是其利断金哈。但是夫妻同心，然后呢，后面要用汉堡来连。他们是夫妻同心创造黄金。对，真的。许大哥第几次跟你这样一起做？第几次哦？对，我们是每天一起做面包。哇，每天早上一起做面包，很棒。对，但是做菜应该很少。做菜比较少，做菜都是因为他每天看我做，每天盯着我做，他才是总管哦。是啊，我是长工啊。好，你怎么那么有趣啊？讲得好可怜。好，那讲得好可怜。好，就做完了。好，来，我换我一个。好，哇，放上去哦。我们5个可爱的小汉堡已经做好了。好，爱的夫妻，喝起来什么开？红梨风肉小汉堡。先把它这个盖子切开，盖子切开，因为待会我们要用这个面包装汤。哦，你做的那饭就烧开。对，哇，各位观众，它真的是它成没 set 哈，有咸臭的明星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挖这边的汤。哦，直接用那边的汤。对，直接挖。对。哇，我觉得这一餐很丰盛哎，譬如刚有汤，又有面包，然后还有配料，对，还很多蔬菜。对，我觉得很棒。请用，我是不是很急啊？因为你很想吃面包。对，我好想吃面包。对啊，它是如果我俩锋利。来了。
因为你是迄个转去种它，我觉得嘞，那个田不是都剩下那个干的稻草嘛，有场是我们为了那个复耕，然后烧那个稻草变成肥料的那个味道，就是这个味道。然后因为那个窑烧的味道，然后因为你烧那稻草嘛，有场是盐冬嘛，可是那个傍晚回到家的时候，等妈妈煮饭，然后那个风肉就是这个味道，对啊，有没有？很会讲哎，不是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那个感觉。哎呦，你好会接哦！紧紧，啊，讲紧紧呢。好，那我们来谈一下哦，那许大哥用蛮讲要不用做一点。那个肥肉荤油啊哈，就觉得它不会油腻，但是它在跟面包体这个结合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这个油脂跟面包非常的搭，然后再加上说这个面包它是低温长效，它的口感咬起来会有一点点让你需要咬，而不是就化掉了。超，哎，你大白吃面包的时间不要讲啊，我好想吃那个松软的面包，什么入口即化。其实我吃到面包一定要咬几这样有出来那个小麦的味道。对。再加上我这摆吃到红梨面包，东香可以吃到那个颗粒的感觉。对，很厉害耶。我正经来讲那个。个配肉啊，它整件洗不出来耶，很像奶油啊。对，因为你不太吃肥肉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是奶油。是因为它那一块没有加肥肉。有，我把肥肉吃掉了。许大哥，你真的很有梗。对，你想害我？我们也吃到猪排了，又吃到面包，红梨面包已经当特别的哦。你个石窑杭州的做出嘛个很特别的个面包嘛，咸臭，偏盐，好像讲同一胖房啊，看牙面都低，咸臭是本呢，还有烧仙草做面包还不行，有机会到关西农会，买得到仙草面包，所以你得做哎，对，委托我们帮他研发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来了，我们还要去到关西，真的，而且仙草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神仙眷侣，差点说错，对不对？做的仙草面包，一定要它做哎。仙草面包胆枪哦，胆枪还是了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搭配什么？时蔬浓汤，吓我一跳，太久了。一口仙草，一口青菜。是啦，仙草面包搭时蔬浓汤啦，来做一下啊。仙草面包要搭什么？时蔬浓汤。真经加讲，虽然按炒不过的最简单，你做的吃到食材的原味。当然呢，隔壁用我们的这个石窑烤的面包很重要。不过咸臭面包来替代糖豆，等下吹仙草面包啊。怎么这么 Q 弹？我就很想要这样碰脸，有没有？像婴儿的皮肤一样。没按差了。按 U 哈。你爱咸臭，最关系最有名的咸臭。我忙说过，不过我做得上嘅咸臭清凉推火嗰种感觉哈。好，当然啦，搭配时蔬的话，时蔬就会讲你下几节会油的。抢菜，譬如讲今日准皮嘛该，这是杏鲍菇、南瓜，黄埔葱头嘛的红萝卜，还有秋葵。秋葵我比较好奇了，你等一下会在汤里面怎么呈现，我们就好好的期待一下。我们现在呢要先处理咸臭的面包哈。你先把它这个盖子切开，因为待会我们要用这个面包装汤。你要做那碗就错的。对，来同好奇讲，因为咸臭糊糊嘛，对，底摆都还没糊糊哈。马上揭晓。哇，各位观众，它真的是比较它沉没色哈，线头天然的颜色，田野的色出来的。用盖嘢切开来，用底部的面包体先挖脱，来再空出来。等下咱再烤过哈，因为你下冻肉，从汤会湿脱，还要再烤过大概8分钟。好，挖起来，好，用汤匙，好，也可以用吐司面包，
没收的啦哈哎，就是厚的嘛。对，就是请店家不要帮你切片。对对，炒。那个十个配枸杞对底部都会擦擦，是迄个切切嘛，吼，该香梅入哇味，面包留着，待会就可以沾汤。好，有咸臭的米西有，哈，有那个青草淡淡的青草香。对啊，好想来一碗烧仙草那。这个我们就可以送进去烤箱烤。哦，所以不用沾东西，因为要让面体变得比较硬一点，像碗。啊，要烤多久？8分钟。温度150度。150度，好，麻烦一。好，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烫秋葵。烫秋葵，烧毛，那就让我们的许先生来好了，好不好？记得哦，90秒哦。我会不会又是那个？你跟英英一起好了。好，计时89秒。好，给你煮哦，因为容易估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听。给上冷的做吗？该。我们来切这些材料。好。那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有杏鲍菇，神切杏鲍菇哈，我们都把它切成一样的大小，嘿，切丁就可以了。一般来讲，你讲浓汤的时间，像你煮浓汤，一定要先炒面糊，用奶油，对，然后按了去滚哈，按煮下久的。应该冇看到奶油，你浓汤的方式冇看到哦。我今天做的是比较家常，你可以去超市买一些那个。买的，就是浓汤汤粉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你就很简单，可以做一道料理，可以省一些步骤，对。这是火腿，好。假如你不喜欢火腿，你也可以加其他的肉类，是。不喜欢吃肉，不加肉也没关系，对。然后这南瓜，嘿，也很推荐大家多吃南瓜，炒，在浓汤里面。给它舔分出来哈，会让这个浓汤的味道，还有它的口感变得比较绵密。对，其实蔬菜什么蔬菜都可以放。嘿，你喜欢的蔬菜，海鲜也可以。对。好，你喜欢的都可以放进去。好，都切好了。嘿，那我们就可以下锅煮。是。水果呢，我们就依那个食材比较熟易度来放。好。那一般放什么呢？对，我会先放洋葱。洋葱。因为洋葱煮久了，它烂烂的会很香。好。小朋友也会把它吃下去。是，因为就挑不出来。对。好，洋葱。好，这个南瓜。蒙菇。对。然后我们再来是放红萝卜。好，红菜条。来，然后这个是杏鲍菇。杏鲍菇是增加它的口感，有一点咬起来的 QQ 的感觉。那个没冻奶猪哈。对。好。然后玉米粒还没当防偏哈，很方便，小朋友也很喜欢。对 ，You set 好看。火腿都可以下，因为这水已经滚了，我们就全部都下，就不用再等。好，那只有蛋要等最后。好，请问英英，现在我们的面包烤多久了呢？6分钟。好，6分钟，我们差不多要烤多久？8分钟。好。那假如你用比较小的面包，就时间再减少一点。对。按那些咸臭面包还没你得张油。对啊。你按那粥，其实它的成功率高不高？其实主要就是在它的香味有没有出来。现在的食物啊哈，叶米西哈很清淡，都是需要你的口腔去咀嚼。那咀嚼为什么要咀嚼？因为我们的口腔是36度。然后在咀嚼的时候，它会产生温度跟摩擦的变化，然后你才能够带出面包的层次。所以说吃要有一点点品味，对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是，难怪我发烧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吃，你的味觉就会，对，你的味觉就会失去。对我这样讲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请下课。谢谢老师。好啦，面包做好了啦，吓我一跳。好，麻烦一。那我拿出来放凉就可以了。放凉可以哈。好，谢谢。来看一下，来，小心。哇，我听到叽叽喳喳的声呢。谢谢。都烧哦。懂谁哦，小心。可能面好香哦。但是我这样碰，对啊，有一点硬硬，刚刚不能圆，你还总冲粉用啊，对，这个时候汤也滚了，好，连锅子都配合，真的。那我们就来调这个浓汤粉，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挖这边的汤，直接用那边的汤，对，直接混，对，不要倒下去哦，不能把粉直接倒下去，因为会结块哦，不行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另外放在这边，好，再麻烦你给你讲，可以吗？我来讲。这样就很方便的做成了面糊。对，不需要炒。
这是30年的经验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料把它慢慢加进来。好，这很简单哦，在家里小朋友都很喜欢吃这道菜。那最后我们再加个蛋。是要有客家人的精神。录个，你来哈，这栋强怂哦，真给。不如你下次来代班1集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我位置让给你，我觉得你一定不错。我这还是要问一下我太太啦。哇，很难笑哎！哇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应该问一下你太太。好，那这样就来哈，你做的当然呢，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的，就是你要切秋葵，对不对？切秋葵，秋葵有它独特的香味。要吃之前不用哈希呀，对。哦，要吃之前放下去是不是？好，秋葵非常的好，对，一堆味道好，对，它有很多的胶质，而且把它煮在汤里面哈，小朋友一定会吃。我用讲，你切到按的小朋友就喜欢了，他觉得好多星星哦。对，哎，错，俺们买公一些的，我们吃小这样上星星。桌，你跟他说上桌他不会吃的啦，他都觉得剩给讲两米啊。对，然后我们把它煮在汤里面。好，哇，我觉得这一餐很丰盛哎，譬如刚鱼有汤又有面包，然后还有配料，对，还有很多蔬菜。对，我觉得很棒。好，蛋滚了哈，我们就可以把蛋淋上去。好，金绿鸡吗？要哈，蛋要慢慢的下。好，哇，有没有很丰富？哎，真的很丰富哎。再加上几朵秋葵，先加几个，对不对？先加几个，有没有很漂亮？非常漂亮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熄火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面包放在盘子上。好，我们待会就可以直接来，因为已经有一点点凉了哈，其实可以了。咦，你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觉得很幸福？有。哦，因为有火腿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你端着。想说，因为里面有加火腿。你怎么了？好，你很不错，我很喜欢这个 tempo。慧心姐跟先生一起工作，其实应该不无聊哈。不会。他常常这样吗？对，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看你好像很习惯。你很淡定哎。对。真的哈。好，来，重的你拿好了。好不好？这个很重，没有啦，好认真。好，龙太阿公，我们爱的小夫妻要请我们吃的是什么呢？仙草面包搭时蔬浓汤，来啊！因为有这个秋葵以后，让这个汤有不同的鲜甜味，还有不同的口感，吃到食物最鲜甜、最基本的美味，懂厉害哦。好来，吃糖哈，那讲正经方来替摆设两种就是那个浓汤粉啊。哦。原来人家加一个秋葵有按特别的口感，因为它有当牛的一个胶质。应该来讲，它大家喝浓汤都是绵绵的嘛。可是因为有这个秋葵以后，让这个汤有不同的鲜甜味，还有不同的口感。对，懂厉害哦。香港俺係用你嘅面包，係高你嘅牛湯，來是。哎，冻香哎，俺有认识你的面包哦，真紧就吃到你的它的那个献草感香味，它有紧咬紧香，很早讲本，你改牛汤嘅时节，感觉到冇强用。我哋阿妹提讲，慧心妹妹做嘛一定讲模式按都牛哈，因为你看你煮的牛汤，嘿打破我们一般的印象，它没有特别的去炒。
给它食材全部都切好，放进去，对，就这样哎。然后吃到食物最鲜甜、最基本的美味。对，好，你做对了，那个是对，因为你刚吃了一大块的那个猪排。那个是对嘿。慧心敢问哦，你吃到人家老公很用白型的你，他是一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聊天而已。真的是很体贴啦，也很幽默。在别人眼中会觉得说，哎，李先生。很幽默啊，你每天已经过得很快乐，当然很快乐啊。然后，其实会盖这个窑真的是一个无心的一句话，然后没想到他就替我盖。哪一句话？就说，哎，我好想要个窑，假如有个石窑来烤面包，不知道有多好。然后我们只是这样想，这样说了，结果就这么，他就帮我盖了这个窑。说实在，我真的是有时候回头想，会觉得说，哎，真的是很感谢他啦。有面子吗？真的哈，对，因为我要的东西可能跟别人不一样，就像有的女生她会喜欢说我要一个钻戒啦、名牌包，可是我比较不喜欢那些东西，所以说我们去法国玩回来的一个念头就在心里面，然后就刚好一个朋友说他要去看窑，然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念头讲了，就帮我盖了这个窑，所以。一路走来，虽然这6年很辛苦，但是我觉得很快乐、很踏实、很满足，很满足，对，真的很满足，所以很谢谢他啦。哎呦，陪着我这样。虽然说受苦受难。哎呀，许先生虽然讲他太讲吼，他比较乐观，好，给他爱讲 sale 对不对？对。你两人整弄讲法来，你看着他讲好了，就是为了这个窑，为了这6年来的辛劳，我们第一次，你觉得你要对你老公说的感谢不来？老公真的很谢谢你，帮我盖了这个窑，完成我心目中的一个梦想，然后呢，也陪着我这样一路走来，真的很幸福啦，谢谢你。哎呦，你老婆，哎，我觉得她很动人哎，就是我一说她是发自内心哈，有上次不是太多的礼物，换你了，大老板，你对着她说，其实会盖这个窑哦。也就是因为他的兴趣啦，然后他讲的一句话，我永远放在心上。他说：“前面的15年都我在帮你，那后面的这个10年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完成我的想法跟我的理想？”那么其实他的要求也不多啦。那么我想说，盖个窑让他去做啊，我还是在外面逍遥，一样是很好的事情。哎，就没想到是我被绑住。这是我始料未及的，然后其实营造也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行业。好，那么回到真诚，回到这个初心，过着幸福的日子才是人生最踏实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哎呦，好感人，我要哭了，可以亲一下吗？拜托啦，我想看呢。哎，我们要起哄，亲一下，亲一下，亲。你看他笑得多开心，谢谢慧心。那什么希泰讲，什么呀？谢谢。各位乡亲朋友，今比鬼期的节目，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爱的泡泡？嘿啊，你要记住，莫拢人爱人讲，我爱你。因为你要记住，莫一位人爱人，本期一张眼望，这个眼望动势，可能係指咩下，可能係田家树，可能係煮一餐好食的。记得咯，你下赶快准备煮好食的本人爱人食，然后呢，控制时间，爱数看你嘅，家家有好食。本人国家来煮食，爱你哦。哎，你们可以。我们要这样。爱你哦。今日当欢喜来到家家有好食的节目，来分享安尼客家的料理，配合到安尼的沙捞配出来的面包。做出冇强壮的料理，但是安尼的原则是健康、天然的食物的美食，本大家来参考看。安排有机会到不卡嘛，做得一家做。